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呢，好自豪地感受到今日中國嘅強大，過去各位嘅前輩所付出嘅努力係得來不易。我哋要珍惜而家當下嘅中國。好大嘅啟發啦，因為其實我哋一路即係對歐美或者南美嘅認識咧，都係透過報紙啦、透過書本啦，由一位前嘅智利大使佢親身嘅經歷或者佢嘅親口講出嚟佢嘅睇法咧，係令到我哋更加深刻認識到中國外交嘅重要啦。中國外交由過去嘅咁多年一路發展落嚟，而家係強大嘅。亦都睇到外國嘅前大使點樣睇到中國嘅發展。香港而家面臨嘅一個經濟上非常艱難嘅困境啦，亦都喺過去嘅事件發生咗之後咧，我哋覺得香港要面向世界啦，唔同地區或者唔同國家嘅前嘅政府官員啦，嚟到香港講起佢哋對香港嘅睇法啦，我哋亦都可以窺探到南美洲人智利。佢又係點樣諗呢？即係從雙向我哋理解到世界互相嘅溝通思維，希望透過呢一個 forum 啦，就能夠讓到香港嘅學術界啦，或者係媒體界啦，係多啲了解南美啊，或者係佢哋對中國嘅睇法。